公元前195年，刘邦刚刚驾崩不久，匈奴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一封充满挑逗意味的情书，向他求爱。而此时的吕后已经是个年长色衰的大妈了。冒顿单于口味为什么这么重？根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匈奴冒顿单于给吕后的国书中写道：“孤愤之君，生于莒泽，长于平野牛马之域，戍至边境，愿游中国。陛下独立孤愤，良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益其所无。”那么，匈奴冒顿单于给吕后的信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冒顿单于的意思已经很明显，赤裸裸的在调戏大汉吕太后。原文翻译出来就是：我是丧偶的君王，出生于湖泊，生长于牛马成群的大草原。我多次来到边境，想要吞并大汉的江山。你吕后是寡妇，你和我都不快乐，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。你和我不如互相各取所需，如何？冒顿单于的意思是想让吕后陪他睡觉。